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喜樂呢個節目。今晡日圖 N D 個鄉親朋友來認識苗栗大蘭個農村藝術季，到底乜個係農村藝術季？佢到改變到底看到乜個有乜個神奇個事情？今日繞牆道係個在農村藝術季個設在囡仔藝術家咧度現場，大家咧分享幾條。一開始咧繞牆個係藝術家，又係設在藝術呢個敏慈分享。大家好，我是敏慈。今天很開心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農村體感藝術季的活動。歡迎敏慈，哇，真的太開心了！聽到個繞牆的是係2發同地圖嘅藝術家係嘛？啥咧？戚家俊，戚大哥分享。大家好，我係戚家俊。東歡喜今晡可以來到位老大家介紹我戚家俊嘅動育策劃，很謝謝大家。好棒哦，動站的哈。我身為一個主持人，做一個主持人哈，給某強給來賓哈，那個氣氛真的很某強，基本那些氣氛就會讓我覺得好像很有藝術家的氣質，啊，講話會較慢呢，然後現場會較有氣氛，按有按講，就好像氣氛很有氣質，然後好像講話要慢一點，對，然後尤其是看到我們的策展人又按黑嗓又按講的話，就覺得說哇。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農村藝術季哈？我們先簡單老鄉親朋友來講哈，現場昨天看到動到哇，這個什麼強容，然後可能有當場動醬，有當場係切物，有當場應該係動有切物嘅東西，然後到底係乜嘅東西，然後基本嘅展覽有關係。不過一開始你先講一下，到底什麼是農村藝術季？就是在苗栗卓蘭這個地方，那是什麼東西？而且今年已經第6屆了，對不對？對。哦。我們其實就在苗栗卓蘭這個地方，那這個地方其實是以水果蔬菜就是出口到全台灣最主要的一個地方，例如水梨、柿子，對吧？葡萄，對。柑橘，然後現在冬天了，其實還有草莓，所以也即將出。沒錯，所以如果我們有認識朋友是來自於那裡，很容易就會變成，比如說水梨公主，對，意思就是家裡可以擁有大片的水梨田。沒錯，沒錯。對，有時候在那個鄉鎮裡面也會選，就是什麼葡萄公主。對，然後在這樣子的鄉鎮，那因為現在人口老化嘛，然後再來就是有一些年輕人開始回鄉。然後在台灣其實還蠻流行這個休閒產業，所以露營其實也很興盛。所以我們那邊現在其實也有蠻多露營的場所，跟另外一部分就真的是在就是做農務的這個部分。OK。那我是屬於後來才搬進去，我們搬進去大概8、9年，也蠻久了。然後怎麼哈？對。然後這個是藝術季這件事情其實是在2020年開始對，開始第1屆，然後那時候比較辛苦的是因為那時候疫情剛開始對，然後為什麼會有這個，也是因為就是我們其實是在外來，我們像是新住民，我們從台中再搬到山上去，是對，然後那時候就是因為這個地方環境好，所以才搬過去，然後。當初其實是還有另外一位，就是當時的協會的理事長，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然後他就希望，因為他是個建築師，對藝文也非常有興趣，所以他就覺得這麼漂亮的地方一定要好好的推廣。那怎麼樣推廣才是真的可以幫助在地的推廣？所以他們在一直思考這件事情，所以就從自己有興趣跟比較擅長的事情開始着手，甚至當時他們還組成一團。那個就是找了當地的人，說一起去看瀨戶內海藝術季，因為藝術季其實就是近幾年都非常的紅嘛，對，然後就說我們先來去現勘觀察一下，對，所以才有了這個藝術季的開頭。我懂，那是一個靈感的來源。然後我覺得聽起來很清楚，就我們希望大家認識我們這個漂亮的農村。聽是講你優秀的小日本瀨戶內海的那種精神，對，在當時那邊講回到里山的精神，我們希望農村可以再生，更加的活絡。所以帶着一個這樣的精神元素回到卓蘭，就覺得我們應該也要來做這樣的事情，所以就有一個這樣的農村藝術季，對不對？然後那個時候是一個開端，是不是也是因為爸爸，對不對？父親跟那邊的理事長，然後有一個這樣的起心動念，然後你一開始只是一個藝術家的角色，對不對？他說好，我是藝術家，我就來參與，也順便就是順便，我還講順便，對，但沒有想到發展到現在，就是你自己變成策展人，對，其實有一點像是
一剛開始是他們發起，然後他們發起的話，因為我覺得大家就是有點像遵循，不管我們去花東參加花東的那個藝術季，或者剛剛有提到可能嘉義那邊的里山的相關的藝術季，其實大部分都是有一個策展人過去，然後他們可能找藝術家，然後用藝術家的角度去發現在地可能大家沒有看到或沒有注意到的東西。因為我是外面的人，我來到你這邊住，我是一個藝術家，我看了，我覺得你們可以這樣做，對不對？但是這樣子的參與感其實是比較低的，所以我在第一、第二年參與的時候，其實就是我們大家很努力的在做。或者是那當時我父親他其實也找了他的，因為父親本來就從事藝術的行業，對，所以他就有一些他的前輩或朋友等等的，或者他的學生，他就找他們一起全部來參與。那這個時候就是換到我這邊的時候，我一剛開始也是參與，但是參與了之後，其實那一年就聽到了蠻多在地的聲音是。反正藝術好像跟我沒有關係，我只是個來種田的，我只是我種一種，我下班我就想要回家了，對。然後他們就會覺得，好像通常藝術品會跟博物館啊、美術館，对，好像藝術就應該在那個地方，比較。其實是沒錯啦，對，也是沒錯，對，因為我就是在這裡工作跟生活的人嘛，對，然後我們通常覺得就是你們都是去美術館的人，是不是？好，你們都是去，你們就是藝術家，你們做那個東西，你都跟他講，基本講，看不順，沒了解。可是其實不一定是大家想象的那樣，對不對？他剛剛講的就是我了，我之前還沒做這個的時候，對，天亮了來工作，天黑了就回家，是，就是大家的生活可能就比較。就是農村的生活其實很規律，但是因為他們有時候可能當然忙於他們的農務，所以他就覺得參加這些東西是一種負擔對他們來說。所以那時候第一、第二屆我以一個藝術家的角度參與，然後很努力的在做這些東西，希望可以帶給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視角。但是聽到的是這種反應，就會覺得好像被潑冷水了的感覺。對，那直到第3屆。就是我們那邊，就是後來有一些比較多年輕人進來到農村，然後這時候那個爸爸也說，就是我都做2屆了，你應該就是接下去繼續做吧，換你們就是接着做這樣子。對，所以因此就是第3屆到今年的第6屆都是我這邊在規劃。對我自己的感覺是，其實剛剛聽到的那個是一個很直觀的感受，我覺得是沒有錯，因為對我來說，我係講係帶到兩片嘅農民以後，點到咧弄做這麼個藝術，我也冇了解，反正我又東農誰而走，我要務農，對不對？可是我覺得，台灣的公道，其實後來村民的參與度是非常高的，因為我覺得也就是觀察到了怎麼樣走在青島，給到個了解、認識，甚至共感，那跟共鳴，這非常重要。比如講從誒起形上，經常就會講啊，他剛才講的就是我啦，給他講的就會愛啦，因為愛就會愛迄個欣賞嘛，因為徐老師是老師，愛退休過後愛可能就請一個愛有興趣的事情，愛就會做。包括藝術，我沒有想這麼多，我做我喜歡的事情。那我們先來聊一聊，現在有這麼多按講的東西，可以欣賞帶來給，其實這都是多肉植物。所以老師，你要不要講一下，講一下，你為什麼會突然變成一個綠手指？有沒有？變到藝術家按中按都按用嘅多肉植物。其實我教安尼農業差不多多年咧，可能26年咧。哇！我做伙甲我做到大蘭調到豐田國小卡，我差不多25年前調到大蘭個豐田國小，我做教4年的種農業差不多。因為我較想我做一個欣賞，我做唔想做只有教數學個觀念，做一個導師，我希望講佢可以教一些無共用的東西。我就看到你農業差不多，那個生命力非常的厲害，也未跌到天來，其實可以再個上一條。我感覺安尼可以符合生命教育。我就想我就教4年嚟教，2年過後我從完全冇了解，安尼差不多到佢學生嘅畢業。本上我都會教迄個高中嘛支持我教安尼東西，因為講到班級經營。2年過後學生嘅畢業唄，因我做教室前後全部係安尼農業差不多。
對，變成我走火入魔，到後邊我嘴後邊看到我魔的東西，我就想要買。哦，故說我也發現就收集的當多品種，對，就會按你開始我對動物之後開始有認識，都有藝術人員慢慢的我就對按你東西較有了解啦，也所以故說我有機會我嘛會教學，就像藝術季還有一個工作坊，我想個做工作坊做一個教學啦。超，還有動豆改故事吼，其實非常改精彩，他跟是聊下啉下茶，你等下就再講。東方藝術的老大家來小解讀，苗栗大蘭界農村藝術節，基本繞牆都係印尼界藝術家，然後策展人每次來到那邊，還有印尼界七星上吼，上台節目與共同嘛，你其實從這個動物界起步一開始到教學有關係，然後想說，哎，結果呢，這個學生畢業了，沒想到這個東西太多，教室還太多了，堆不下，有沒有？那結果變都是自己很迷戀，我覺得不是走火入魔，就是你知道，你找到一個原來你可以寄情於兩件事情，然後非常的迷戀。那當然，你知道一個人從喜歡到迷戀，他就會越來越豐富，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專精，然後來變到專家。所以慢慢，剛才講過世界的線上有特別講啊，那個名詞說那個好像跟我不相關的那個題名，還就會矮啦。不過要他變成一個非常深入的參與者，對吧？而且老師你就是沒有靈癮啊，你就會沒有靈癮。不過更多樣還是都有一件事情親有意思吼，就會講敏之有提到就是說，其實進去一個藝術家的角色，我等於是我進入到你的領地，我覺得這裡環境很好，或是我要推廣什麼，我有我的理念，我要來做藝術季。可居民會說，你不要打擾我就好了，還很麻煩。我下班過後我就會休息，你還要叫我做這個做那個。但所以今年特別不一樣，你們今年給主題是大地幻想，什麼？不過你們是真的讓居民有深度的參與，是嗎？對，對。其實前面今年是第6屆嘛，然後從第3屆到第5屆，其實我們已經在做的事情就是慢慢凝聚大家的心，至少讓大家知道，我鄰居是誰，不是走在路上說這個我不認識，至少大家還可以揮揮手聊聊天，對，這是前面幾屆的一個目標，而且他們會說，那個名詞啦。就來這邊那個策展人啊，還有賞給藝術家，他們會這樣，對不對？那個做銅雕的那個，對。然後，所以今年比較特別，因為前3年其實有點像是我在講說，就是有點像真的是策劃，我就是我們來做什麼事情，我們來做什麼事情，所以大家就是來參加。但就是因為有了前3年的經驗。所以大家會說，那個什麼時候要辦？藝術季什麼時候辦？所以我就覺得好像有進步。凝聚力某強有。對。然後所以之後今年的時候，其實從去年12月開始，我就是召集大家，我們平常就用吃飯的方式，然後就開始問大家，那你想做什麼？因為不是我想做什麼嘛，對，大家要做自己喜歡的，像徐老師這樣子，大家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覺得才會有趣，或大家做自己比較擅長的事情，就會覺得比較簡單，對，所以就是。從很多的聚會，我們幾乎1個月1次到2次的餐會，就是一個很頻繁青島就是我覺得這個也蠻不容易，所以就是聚起來，然後前面幾次就是開始聊一下，說你對什麼有興趣，或你覺得什麼東西是有趣的，或你想發展什麼東西，然後慢慢凝聚出來的，對，所以我才說這次真的是。大家都有參與到，那我就問一個很具體的問題，非常具體又聚焦給問題就會，那比如像君，是不是聽說你們居民，比如他能做什麼？因為不是你打散你就用其他狗用做的走岸用的東西，公司開發，那俺做的做嘛？如果我是一個居民，對，我想參與，俺做的做嘛？該具體來說，因為我們今年有個大地幻想藝術季，對，然後我們還有特別做了一個藝術，因為我們是幻想嘛，我們就希望那個想也可能可以是第一個。想可能是想法的想，然後還有可能是一個享受的享，跟那種參宴的這種享，
吃東西，餐桌，对，大地幻想的大地餐桌。因为我们就是最本質，其實大家種這個，不管是種水果，也都是取自於大地嘛，所以就希望把這整個大地餐桌的概念把它畫大一點，然後帶到這邊來。所以我們這次找了一個私廚，然後這個私廚來幫我們串聯每個店家或大家的，就是例如說，他種水梨，他種何首烏，他種小番茄，我們把這些食材做一些串聯，然後請這個廚師來幫我們做呈現。所以就請從菜單的發想，其實都是明天可以提醒我嗎？我懂，他發想，然後居民可以當成助手，可以買的意思，你都在天數嘛，他就會有參與感。對，然後包括就是當天的活動，我們其實就有點像是希望一個外地人進來，那由在地人帶你說這邊應該怎麼去。然後因為我們那邊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露營區，那露營區大家通常都進去之後就不會出來了。我就是外地人，我就是要去認識你們，對不對？然後我進去裡面就可以感受到，哎，真的好棒哦！所以就是我們可能帶他來，然後帶他做一些手作體驗。我們在地其實還有很有名的一個食物，當地的食物叫做三角圓，你們知道嗎？就會三角圓。第台北講法，你就會水晶餃、蔥毛、三角圓。對，三角圓，蔥毛三角圓，有點吃起來有點像水晶餃，但是它的形狀不太，裡面內餡有一點不一樣，有客家風味啦。對，所以我們這次手作也是在地的，在地人帶大家做，然後在地人去導覽，這個地方曾經發生什麼故事等等的去導覽，然後最後再延續到一個晚宴，然後從頭的接待導覽，以及就是像最後的上菜，可能就是我們在地的一些阿姨啊、婆婆們，所以他們每次上菜的時候一聊就在旁邊講很久，因為大家就他你看20分了，對不對？可是你要表示嘛，要表示講，我做完有個事情就表示我對我自己居住地方的認同，對，而且也不但是凝聚力，而且我很驕傲，說親。就是很 proud 的，就我覺得很榮幸，青總黑做的。我跟你講，這是我住的地方哦，要去愛到個購置，要去愛到個葡萄，要去愛到個菜，而且又做的高朋友，又做的高流，就像是敏慈愛用講到徐老師這邊就變成，所以徐老師今年也有一個你自己的主題，對不對？今年多肉的餐盤，也吻合剛才這個策展人講的這個主題是 Q 美曲給 Q 餐桌，這分享一下，對。卡做敏慈嘅嘅爸爸余老師，請來大家來討論嘅時節頭。係啊，本身我們是像去年嘅展覽，我係一盆一盆嘅展覽。其實一般來講，我做係農夫花農嘛，花農就是把花種漂亮上盆上就可以銷售。很少會想到說，當時我想到講。結合一些藝術的部分啦，藝術的層面，都可以講有認識藝術人佢本來一些發想，故說其實敏慈爸剛剛講可以按你做啊，其實他帶來去味道做那東西，佢帶來去一個傳堂示範，就看到安尼的東西，就看到安尼的東西，請等一下，對，叫那無菜單料理，對啊，就安尼可以有一些模仿，有一些想法融合在裡面，就做出各式各樣哎，哎，就忍不住了哈。聽說講一下哈，因為底下前面我在董愛前面底下有一雙筷子，對，因為你反你是翻就會有筷耶嘛，蔥毛，然後這是哪個一碗飯，哇，這真的很像是飯呢哈，這就是哪個飯。那欣賞每一下哈，我真嘅係廚師每一下，哎呀，滷菜係乜個菜咯？要做火鍋啊！哇，我就最喜歡吃火鍋了啦，就吃這種有沒有？你看。就看起來很豐富，法拉比寶給用誒，有一個這個湯匙，怎麼的火鍋？哎呀，還蠻該吹呢。要做一個牛眼，牛眼好可愛，請等一下。其實我公司開發，我是因為從我前面介紹，可是我其實非常好奇一個，如果我猜錯的話，那就是你給問題耶哈。我吃到那一道。它應該是甜點吧？哎，對，像巧克力一樣。嘿嘛，好險！其實我感覺謝謝金總，因為我一看就知道它真的很像周得斯給巧克力，錯嘛哈。好，那一道菜是什麼？給滷菜。叫做像鳳肉啊。鳳肉。不算啊，是香港，還有安尼 set 吼，之前吼，個鳳肉的 set 吼，佢安尼多之後。
較少有安尼的色。因為一般來講，楓葉就會挑油嘅色嘛。挑油嘅色啊，就講夾個形狀有槍啦，有槍，就用了代替。而且我們這真的是天然的真的多肉植物，不是說我們去雕塑成安永影的，錯嗎？那還有菜吧？你不會那麼小氣吧？菜要搶菜嘛，搶菜。姑叔，你沒有1碗飯，錯嗎？對對對。也還沒吃，眼睛都飽了，我煮就寬飽哎哈，還有很多像這樣的東西，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年推出的一個，也算是你看大家就會想說啊，什麼農村藝術季啊，不懂，可是其實它是有活動的，還有具體的活動，也可以有眼睛，所以寬到嘅，對，其他木一還安永氣很有成就感嘛，對，很有成就感，有哈，對不對？你沒有想到會變到安永影，以前真嘅夢想都可以做成安尼做藝術品，以前。其他都來像我做唔係藝術人，我農夫啊，我花農啊，有一點想說要排斥他們，後尾叫爸爸嘅精神，等下會講到，讓我感動，個叫爸爸本來一些嘅 idea 慢慢嘅我冇想到佢發展出安多嘅形式，真嘅就是講對我以後嘛。蠻可以發電嘛，也有幫助。而且欣賞共同樣好像有點開始感性起來了。你單講迄個爸爸本意嘅 idea， 其實對欣賞來講，你做到按到你自家有興趣，你輕快樂，你有重心，也希望個按用嘅東西都得慢慢的高分配撒，沒有傳承出去，也是要傳承。以後就會說，哎，有個徐老師多肉植物超強的哦，我跟你講，我也怎麼樣，有一個起欣賞可以馬該清理開，我覺得這會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哈，共同鴉片哈，同大家來講一下，就是大家。為什麼藝術季嘛？第幾季，給大家會變成像祭典，而且還有很多感性、輕通癮的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來講。你上台節目講到呢個起欣賞，其實做在變動藝術家，基本上其實受到這個父親的影響，他的精神很感動你，對吧？是，簡單分享一下。好，就是去年要做這個藝術季，其實時間，給時間我還唔喺藝術季，佢就夾下就東亞法院，看到安尼樂谷牡丹，你看啊，安尼東西色彩是當特殊。沒有看過，很特別，也還蠻個東西。然後我跟他介紹之後呢，他就跟爸爸就問我說：“有蠻個紅色，可以本太嘎眼睛對他就會眼睛發亮。怎樣子？如果說我在一個地方，我要怎樣子去讓他很容易做本太嘎發現？我就開玩笑跟他講，還有辦法做一個按呢形狀樂谷牡丹仙人掌的溫室。”叫紋色，我來表演的植物，我來介紹，遠遠就看到那動奇怪的東西，像仙人掌的東西紋色，我做嚟開玩笑跟伊講，冇上個3年後，佢打電話跟我講，徐老師上來一下，來聊聊天，喝喝茶，佢幫我看，佢用個鐵線呢，就凹到安尼形狀，差不多安泰，我看到懂感動，感動，對我。佢唔係青菜公公，唔係青菜公公，佢真嘅有按用，佢有按用嘅，我覺得不是想，佢有按用嘅通力，而且還有按用嘅結性，錯冇？所以我做講我我從泰國引進來種嘅咩吼，我就同泰國朋友講，你看我台灣的藝術家這麼熱情，哇，他也很感動。我說都在泰國全部會做希望傳錢聽聽。就總係同佢傳錢，冇想到唔到台灣，引進到台灣，佢大家用熱情去做出這樣子的東西來推廣的方式是用熱情來推廣，所以他很感動。你一定要請爸爸看這一集，因為連我都覺得剛剛那句話很感動，因為大家就想到愛做嘢愛傳錢啊，第一台灣你想係唔係傳錢，你想係永遠本大家的音色，永遠來展現佢嘅藝術，錯冇？所以講到嘢，你看佢係一個佢講佢係花農，嗰也係藝術家。不過對於你來講，也是對敏慈來說，其實你們是怎麼樣去讓大家成為藝術家，或是大家覺得你也可以是藝術家，大家一起共同來參與，怎麼找到這些人？安永你
我們其實一剛開始的時候，當然就是透過一些方式認識了在地人嘛，就是有一些比較軟性質的活動，然後一些餐敘等等的方式，然後認識了在地的老師。我們有認識一個做木雕的老師，叫詹老師，詹志強詹老師。然後他也是國小的退休老師，我同事。对。然後他会刻一些小木雕，然後很可愛，他都是以这個台灣原生動物為主。然後他會就是因為刻了很多，所以他就會拿到那個市集上面去賣。對。然後我們就覺得那個很可愛，所以我們自己也很喜歡。你就說老師，你要不要試着在藝術季？因為藝術季畢竟還是要比較大型的，就是有一點量體的，擺在戶外才看得到。所以就說服他，或者是因為本身也是做立體雕塑，所以就跟他一些交換一些工作的方式啊，然後分享了一些東西，然後請他試試看，然後他也很樂意的去嘗試這件事情。他就像是另外一個徐老師，其實我真的補充一下哦。他以前做都是做那種可爱的小玩偶啊，那個漂流木刻的，對，也是參加了這個之後才做出第一次做這麼大型的東西。對，其他冇想過，佢做嘅樣做，佢可能過去就會捱嘅興趣嘛，錯嗎？就你看這個名詞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不過唔單講喺這個欣賞聽聽，是不是還有一個是怪手大哥？對，還有另外一位是怪手大哥，然後顧名思義，他平常其實主業是開怪手，對，但是他其實很喜歡，就是平常很喜歡做一些東西，然後我們去那邊看了他工作室，其實一剛開始去只是因為，例如說有一些東西需要他幫忙拆，然後需要他幫忙裝，或者其實應該是要去找他開怪手拆裝東西的意思。然後去了之後就發現，你這個東西很漂亮，他就說那個是哪裡收集來的？因為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因為他開怪手，所以他有時候有人說有些不要請他拆掉，然後看了之後這個木頭其實還很好，或者他覺得這個可以做什麼，他就把它留起來。然後他平常也很喜歡做一些東西，所以剛好在藝術季這個部分，他原本做的可能就是1-2米的尺度，然後在藝術季的時候，因為有一些藝術季的支持跟大家的這種鼓勵，就覺得你可以啦，你可以這樣做，所以他之前在藝術季有做過一件大概4米乘4米乘4米一件非常大的作品。哇，青苔哎，對，非常非常大的作品。是守護獸嗎？對，因為那一年我們剛好其實有跟因緣際會跟那個墨西哥在台辦事協會有一點點合作，然後墨西哥不是有個亡靈節，會有那個他們就是有一種守護神、守護獸的概念，對，就是這件作品。然後所以他就說，那他做一個守護獸，然後就放在一個那個算一個要進立溪坪的一個入口。很有意義耶，其實有意義，也是一個守護的概念，對，然後只不過比較可惜的是，他在去年因為可能樹就是它裡面的那些樹的防腐本身就沒有很好，因為它也是撿來的有一些木頭，所以有白蟻是嗎？有可能，對，有可能。然後突然就有一天就倒了。垮了对，然後藝術家去了，然後我們當下其實也去了，就打電話就說垮了，他說他怎麼會？所以大家到了之後就是看了，就是我覺得也是大自然的一種力量，對，那我們就說沒關係啊，那就是因為之前其實就是希望藝術季的藝術作品也是。從例如說農廢機具下去，可能做一些焊接，然後讓它變成一個新的東西，所以就是有點像從在地而生，所以從在地就是一個循環的概念。那我們後續呢，其實也讓這個就是它有一些木頭，雖然它倒了，但我們就挑選一些木頭，然後後續其實在加冕那一件也請那個徐老師這邊。讓那個作品有延續，讓那個木頭變成他的加冕的門口的其中一個裝飾，然後老師再把多肉再種到那個上面去。懂了，其實應該是說，一個這麼神秘或者是一個這麼有趣的一個尋覓的一個過程，沒有想到讓怪手大哥可以成為一個藝術家，周到暗斗來台型給裝置藝術，這麼漂亮。剛剛看到照片真的好喜歡，那個
這個很獨一無二，就是真的是配音沒有辦法做的，而且那也是他的靈魂在裡面。可是就像泰嘎講，他就是自然而然的，他可能就倒下，但也反而大家去拍照嘛，來唐貢的故事也很容易。不過現場這邊做了一個延伸，今天我們也是有照片，對不對？你老師，你後來就做了一個加冕安永給的一個作品啊，就像敏慈講的，其實算是老師的另外一個作品，可是就像也是另外一個那個守護社的一個延伸，所以就像您講的，好像是我取之於生活大地，但是沒有關係，我們就是順着這個世界該有的一個循環，你會用就會用它倒下，那我們就倒下。然後不管是像剛才怪手大哥這個腐朽的再利用啊等等之類的，好，或者是最後變成形商延伸的那個加冕的那個作品啊，对我們來說都是這整個藝術季的一個。知道我聽敏慈這樣講，我就覺得這都是你們精神的一個，這就是你們中心的那個精神。的確是，哪個心情還按鈕你，所以整個故事聽下來，為什麼會覺得會吃到好像輕槓通影的演繹，就會從你的父親開始，然後你按黑裳，從一個好像外地人進到那邊的加入，然後形商從我花能愛法農哎呀變藝術家，然後開怪獸給泰國就會講怪獸哎，不講下面黑藝術家，吃貨家是一個，我覺得不管是真正的作品的成色，壓黑你的精神，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棒的呈現，然後居民的加入，對，但是共同鴉片節目該追目以後，其實應該都是順流上分众婷婷，我們還是有一個這個快問快答的活動哈，快問快答就是會跟你們現在這完全無關這樣。我們不輕度跟問題，就大家放輕鬆問。我們想問一下哦，哈，就是請用一句話介紹這個大蘭立西坪的西평，你會怎麼介紹？好了，2句也可以了，會很難嗎？你如果要介紹卓蘭立西坪，你會怎麼介紹？老師先好了，還是你之先？獨奏帶。我覺得就是美麗的環境加有氣質的人。哇哦，好可愛哦！美麗的環境加有氣質的人，那你就會好像走到一個小童話故事，有沒有小花園跟小仙境給感覺有冇？來欣賞你嘞，你迄沒有？對，我感覺拉西坪迄個人文匯集的地方，一個親講嘅地方，有氣質嘅人文薈萃嘅地方，哇！因為當到藝術家也進駐到拉西坪。哇，所以整個氣質就冇共用哎，感謝兩沙，我愛知道要有一些難啦，不過好，因為這邊有很多啊，我問一個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你覺得在這個藝術季勾一按導演有冇該作品是你覺得最不能被忽視的一件作品有冇？有愛用給作品嗎？最不能被忽視的作品，對，就是你覺得說這件事情，就是講到這個藝術季，這個作品就是我一定要好好跟大家講的，或是最打動人心，個人也可以，有沒有？你可以講你的餐桌啊，有嗎？我剛剛自己覺得就是那個守護獸，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就是我覺得蠻精神的核心，就是它是一個循環的，對。哦，因為我看到青島的相片，黑講黑。我是一個外人，如果我光外圍按用寬愛，會不會選擇守護手？因為你會覺得我好像是一個大型裝置，然後我是守護這個美麗的地方。因為愛可以幹不夠啦。好，老師，你只有20秒哦，你是沒有聽哦，你有沒有該？守護獸倒了啊，發想我把植物種進去，導致到後面我有一些的藝術創作。對，我覺得說那一個守護獸，它的雖然它倒了，犧牲了。可是它延續了我的生命。咦，我懂，就是你讓它繼續延續了，你幫它延續，其實也延續你接下來的創作。那是我第一件算是說比較藝術的創作。對，才會開始有接後面的一些的。真的，真給。對，謝謝敏慈同，謝謝其他國人都要變成太感的分享，安用給有意思的故事哈，然後請感通你給溝通安用嘅。下次有新的活動呀，新的藝術作品，歡迎來到這邊同太感的分享。OK， 好，什麼太感？天天下來咧，繞牆所有嘅鄉親朋友，共下來做論壇了。繞牆大家來到福氣來呢個民俗慶祝，還有天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